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8号芬兰国宝级的建筑师，甲古早疗养院改造有设计感的旅舍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疗养的疗，读老摇疗第5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疗，就是医病疗治，也佫有医治的意思。咱讲是治疗，嘛人讲是疗治。另外，医治镜头调养身体，咱讲是疗养。都一款专门提供长时间医疗照顾、治疗慢性病、甲生活护理的医疗照护机构，咱讲是疗养院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就是疗养，意思就是治疗、疗养。第二个词读做疗治，古早台语字典嘛有一个音读做疗第7条，变调了嘛是第3条。疗治意思就是治疗，讲疗治是为日语来的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阿明因为工作压力伤过大，无暝无日煞破病，先接受疗治了后，煞来搁去庄脚所在疗养身体，才会当慢慢恢复健康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疗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